已經定我入開場先。Hello。大家好，我哋係 Only Mori。我諗我哋用到闊啲嘅 term 就係 alternative rock 咁樣，咁可能中間我哋有少少 shoegaze 咁樣嘅元素咯。認同咗20號。下一場就係20號 The Ranch， 6月20號。 6月20號，再係7月26，係啊7月26，睇下反正7月26記得 X stage 馬鞍山係。我哋準備咯。準備。其實我哋一路都好想錄晒我哋而家有嘅歌嘅，即係我哋而家有6首歌嘛，咁就6首，咁我哋而家得1首係即係就係長夢啦，可以上網揾到啦。咁啊之後嚟緊5首就希望呢1年內可以錄到晒，跟住咁啊擺 platform 又好，或者擺山包啊，擺任何網上你哋可以聽到嘅地方咁樣咯。List 都係。即係4票，4票咩意思？係啊，4票嘅美容。OK，一首我哋前2個月先寫嘅新歌，但因為呢個咧都會有機會關乎我哋貪新研究。唔係，即係呢個係最新嘅作品嚟嘅。係。